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日嘅節目。今日我哋要深入探討一個席捲網絡、惹起無數熱話嘅話題，就係日本漫畫家龍樹亮同佢嘅神秘預言漫畫《我所看見嘅未來》。呢本書被譽為預言神作，話係準確預測咗日本311大地震、英國戴安娜王妃嘅意外身亡，仲有2020年席捲全球嘅新冠疫情。更震驚嘅係，佢喺2021年再版嘅漫畫入面，公開預告咗一場將會喺2025年7月5日凌晨4點18分爆發嘅世紀大災難。呢場災難據話會從日本同菲律賓之間嘅海域開始，引發滔天巨浪，吞噬日本1/4到1/3嘅國土，波及香港、台灣、菲律賓，甚至改變太平洋嘅地理面貌。呢個預言一出，即刻點燃咗網絡嘅熱情同恐慌。有人視為末日警訊，開始儲備應急物資，計劃避難路線。有人冷笑自知，覺得係漫畫家嘅天馬行空。仲有華人網友估測，會唔會暗藏兩岸關係嘅劇變玄機？而家2025年7月5日即將到來，今日我哋會抽絲剝繭，揭開龍樹亮預言嘅真相。佢嘅預知夢到底係神啟定係巧合？呢場大災難會唔會成真？我哋又應該點樣面對呢啲關於未來嘅預言？請務必聽到最後，因為結論可能會顛覆你對呢本漫畫嘅所有認知。一齊開啟呢場穿越過去同未來嘅探秘之旅啦！首先，我哋嚟認識呢位傳奇人物龍樹亮，筆名龍樹亮，1954年喺日本神奈川縣出世，而家已經70幾歲。佢係一位好低調嘅漫畫家，真實身份好似迷霧咁，連佢嘅性別都一度係圈內嘅未解之謎。直到2021年佢同出版社聯繫準備再版漫畫時，先至確認佢係女性。佢嘅漫畫生涯喺21歲開始，喺日本少女漫畫雜誌月刊首次登場，主打怪談、靈異同超自然題材，作品充滿哲學思辨同靈性氣息。呢種風格或者源自佢9歲時嘅一次奇遇。佢回想當時因為重感冒發高燒瞓喺床，開始諗人生嘅終極問題：我點解存在？呢個身體從邊度嚟？意識嘅邊界喺邊度？喺高燒嘅迷霧中，佢嘅意識好似掙脫咗肉身，飄去宇宙深處，俯瞰病床上嘅自己。突然，一位白髮長鬚、披住白袍嘅老人喺高處出現，微笑凝視佢。佢深信呢個係造物主嘅顯現。嗰一刻，佢感受到一股來自宇宙嘅召喚，眼淚唔自覺流淌。呢次超驗體驗改變咗佢嘅人生，從此佢頻繁夢到同現實驚人吻合嘅場景。呢啲夢境成為佢預言家稱號嘅根源。佢將夢境記錄喺日記入面，仲融入漫畫創作，成為佢同世界溝通嘅橋梁。佢嘅早期作品以短篇怪談為主，描繪幽靈鬼怪同人類嘅交錯命運，慢慢加入對未來嘅預測。例如，佢喺一篇短篇入面畫咗一個海邊村莊被巨浪吞沒嘅場景，當時無人注意，但後來被認為同311海嘯有關。佢嘅夢境唔單止係創作素材，仲係佢對人類命運嘅深刻思考。佢覺得呢啲夢境係宇宙對佢嘅指引，叫佢承擔起警示世人嘅責任。佢低調嘅性格令佢遠離媒體嘅聚光燈，但佢嘅作品喺讀者間口耳相傳，成為日本靈異漫畫嘅經典之一。佢嘅夢日記係佢創作嘅核心。據佢嘅侄女透露，日記厚達幾百頁，記錄咗幾千個夢境，涵蓋從個人事件到全球災害嘅各種場景。佢喺1970年代同當地靈媒交流，學識點樣解讀夢境符號。例如，佢學會將夢中嘅水流視為情感或變化嘅象徵，火光則代表毀滅或重生。呢啲符號成為佢漫畫嘅隱喻。佢仲同神奈川縣一位退隱嘅僧人學禪修，佢教導佢用靜心觀察內心波動，去捕捉夢境嘅深層信息。呢啲修行令佢嘅夢境更加有結構。佢嘅夢境案例真係令人着迷。嚟數一數幾個最具代表性嘅例子。1976年11月，佢夢見同好友坐喺電視前，新聞報道皇后樂隊主唱弗萊迪摩克瑞因為流行病過身，畫面中樂隊演出片段閃過，弗萊迪卻唔喺其中。佢記得舞台上嘅燈光昏暗，樂隊成員神情哀傷，呢一幕令佢醒來後心有餘悸。1986年11月28日，佢再次夢到皇后樂隊演出，弗萊迪嘅位置被陌生人取代，銅像群中佢嘅雕像變成另一張面孔。佢聽到人群低語，佢已經唔喺人世。1991年11月24日，現實中嘅弗萊迪因為艾滋病肺炎過身，年僅45歲，同夢境時間點精準重合。
1989年8月27日，佢夢見海邊洞窟旁一位面容模糊嘅女子同佢講話，海浪光明蓋過聲音，洞窟內潮濕嘅空氣令佢感到不安。次年8月，佢因為創作瓶頸外出散心，嚟到神奈川縣公園，發現夢中嘅洞窟真實存在。洞窟入口長滿青苔，海風帶嚟鹹味，佢影低相片記錄喺夢日記入面。幾日後，新聞報道該洞窟發現一具女屍，衣着同夢中女子一致。呢件事令佢懷疑自己嘅夢境同現實有冇某種聯繫。1992年8月31日，佢夢見一位抱住 BB 嘅女子企喺古堡，名字清晰浮現，古堡嘅石牆爬滿藤蔓，窗戶透出昏黃燈光。5年後，1997年8月31日，戴安娜王妃因為車禍過身，時間分秒不差。佢回想夢中女子嘅眼神充滿哀傷，好似預知咗自己嘅命運。1995年1月2日，佢夢見大地裂開2道巨縫，天空中嘅女子話：5年後我嚟接你。佢聽到遠處傳嚟建築倒塌嘅聲響，醒來後滿身冷汗。15日後，1995年1月17日凌晨5點46分，日本兵庫縣淡路島爆發7.3級地震，史稱阪神淡路大地震，造成6400幾人死亡，幾十萬人無家可歸。佢發現夢中嘅裂縫同神戶市斷層線位置驚人相似。佢仲3次夢到富士山。1991年8月20日，夢見火山噴發，岩漿好似瀑布咁傾瀉，天空被濃煙籠罩。2002年5月27日，夢見富士山靜立於田野後方，宛如守護神，農民喺山腳耕作。2005年6月11日，夢見從直升機俯瞰富士山嘅雪頂，山頂嘅積雪喺陽光下閃耀。網友根據佢夢境嘅5年倍數規律，估測富士山可能喺2026年8月20日噴發。富士山上次噴發喺1707年12月16日，距今300幾年。日本地質學家藤井敏次警告，富士山係一座年輕嘅活火山，相當於人類嘅青春期，活動好活躍。監測數據顯示，富士山腳下嘅低頻地震近年增加。2024年，日本山梨縣記錄到富士山附近37次微震，較前年增加1倍。呢啲微震顯示火山內部壓力可能正在積累。除此之外，佢仲有其他鮮為人知嘅夢境案例。1983年3月，佢夢見東京街頭一棟高樓起火，濃煙滾滾，消防車嘅警笛刺耳。佢記低建築外觀係一棟玻璃幕牆大樓。1984年4月，東京新宿一棟商業大樓發生火災，外觀同夢中一致，造成數人受傷。1990年7月，佢夢見一架飛機喺山區墜毀，機身斷成2截，濃霧籠罩現場。1991年3月，日本航空一架貨機喺長野縣墜毀，地點同夢中描述嘅山形相似。1987年5月，佢夢見一位老人喺鄉村神社祈禱，背景係櫻花盛開嘅神社鳥居，佢聽到老人低語，災難將至。次年4月，佢喺神奈川縣一處神社遇到類似場景，後來得知該神社附近發生山崩，造成3人死亡。1985年9月，佢夢見一個港口城市被暴風雨吞噬，碼頭嘅船隻被巨浪掀翻，佢記低城市嘅輪廓同燈塔嘅形狀。1986年8月，日本九州一港口城市遭颱風襲擊，碼頭損毀，同夢中場景相似。呢啲案例雖然唔及戴安娜或阪神地震咁出名，但顯示佢嘅夢境涵蓋唔同類型嘅事件，從個人悲劇到公共災害。佢嘅夢境日記，據話有5%同現實事件有關。佢覺得呢啲未解之夢可能係對未來更遠事件嘅暗示，例如佢曾經夢見一片沙漠中嘅綠洲，但無法確定地點或時間。佢估測呢個可能係對氣候變遷嘅隱喻，顯示乾旱地區嘅希望。佢嘅夢境日記成為研究佢能力嘅關鍵證據，但佢坦言並唔係每個夢境都能解讀，有些夢境模糊好似碎片，難以拼湊完整。1998年，龍樹亮去印度尋訪聖者沙迪亞塞巴巴，呢位被譽為活佛嘅人物喺日本掀起靈修熱潮，信徒覺得佢能預知未來，治癒疾病。佢喺幾百人嘅集會中感受到靈魂共鳴，好似前世記憶被喚醒。集會場地位於印度南部普塔帕提村莊，空氣中彌漫檀香，人群席地而坐。佢聽到塞巴巴同佢講咗一句話，只有佢聽到，旁人完全無察覺。佢相信自己前世名叫達爾莎，係塞巴巴嘅女兒。19世紀因為瘧疾喺科威特早逝。佢回想前世嘅片段，看到沙漠中嘅駱駝商隊，科威特嘅港口同星空下嘅帳篷。佢甚至聞到港口嘅海鹽味同香料嘅氣息，仲記得前世母親嘅歌聲同市場嘅喧囂。
呢次印度之旅令佢確信預知夢係宇宙嘅使命，必須通過漫畫傳遞警示。返到日本後，佢嘅夢境越發清晰，成為我所看見嘅未來嘅靈感源泉。佢開始系統記錄夢境，包括時間、地點、人物細節，甚至氣味同聲音。例如，佢記錄咗一個夢境中海水嘅鹹味同海鷗嘅叫聲，呢啲細節令佢嘅漫畫場景栩栩如生。佢試過用冥想增強夢境嘅清晰度，每朝早喺自責庭院冥想，聆聽鳥鳴同風聲。佢仲參考日本傳統嘅陰陽道修行，用符咒同淨化儀式穩定心神，呢啲方法令佢嘅夢境更加連貫。1999年，佢出版呢本漫畫，起初無引起轟動，因為當時全球沉浸喺法國預言家諾查丹馬斯嘅末日恐慌中。諾查丹馬斯1503年喺法國普羅旺斯出世，佢嘅諸世紀收錄近1000首預言詩，預測從16世紀到未來幾千年嘅歷史。其中第10卷第72篇寫道：1999年第7個月，恐怖大王從天而降，安哥魯摩亞大王復活，戰神馬爾斯以幸福之名統治四方。呢段詩被解讀為末日預告，引發全球恐慌，有人囤積物資，有人躲進避難所，甚至有宗教團體舉行集體祈禱。然而，2000年平安到來，末日論成為世紀之交嘅笑談。而龍樹亮嘅漫畫卻喺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大地震後成為焦點。2011年3月11日下午2點46分，日本東北海域爆發9.0級地震，引發40.1米高嘅海嘯，席捲東北沿海，造成近2萬人死亡或失蹤。呢係自1900年以來全球第4大地震，震源位於太平洋板塊同北美板塊交界嘅日本海溝。太平洋板塊以每年8到9厘米嘅速度俯衝，積累巨大能量。當能量釋放時，引發毀滅性災害。海嘯吞噬城鎮，房屋被沖毀，車輛被捲走。福島核電站洩漏事故震驚世界。災難後，有人翻出我所看見嘅未來，發現封面寫住大災害。2011年3月，漫畫中嘅海嘯場景洶湧巨浪、逃竄人群、被淹沒嘅街道，同現實驚人相似。呢本絕版漫畫成為搶手貨，拍賣價飆到10萬日元。龍樹亮從默默無聞嘅漫畫家，一躍成為預言大師。網上傳言佢做出15個預言，其中13個已實現，仲剩2個即將應驗。呢啲傳言令佢嘅神秘光環更加耀眼。但細究之下，疑問浮現。1999年原版漫畫入面，好多預言事件，如戴安娜之死、阪神地震，只喺封面插畫或2021年再版補充中提到。出版時呢啲事件已發生，難稱預言。龍樹亮承認，2011年3月係截稿前1日夢到嘅，只記錄喺封面，無明確同海嘯聯繫，讀者嘅聯繫屬於事後解讀。佢仲提到311地震發生喺冬季，而佢夢中嘅海嘯係夏季，着住短袖，暗示指向另一場災難。佢嘅預言中最具爭議嘅係2021年再版我所看見嘅未來完全版入面嘅2025年7月5日世紀大災難。佢描述一場地震，震源位於日本同菲律賓之間嘅菲律賓海板塊中央，引發高達311海嘯3倍嘅巨浪，吞噬日本1/4到1/3嘅國土。香港、台灣、菲律賓因為地殼隆起連成一片。佢見到震源東側出現2條龍影，夢中驚醒時係凌晨4點18分。網友估測呢個係災難嘅精確時間。佢強調呢場災難同311嘅災害唔同，可能涉及人為因素，如地緣衝突或科技失控。呢係佢預知夢嘅終極使命，警示人類提前準備。呢個預言細緻嚇人，但可信度點樣？等我哋從科學、邏輯同歷史3方面剖析。地震多數發生喺板塊交界處，如環太平洋地震帶，涵蓋日本、台灣、菲律賓。全球60%嘅地震同火山活動集中喺呢度。太平洋板塊同北美板塊、菲律賓海板塊同歐亞板塊嘅碰撞，塑造咗地震頻發嘅特性。然而，龍樹亮預言嘅震源喺菲律賓海板塊中央，唔係邊緣地帶。板塊內部地震規模較細，能量唔足以引發大海嘯。地震學顯示，只有震源深度少於50公里、震級超6.5級嘅海底地震，先有可能引發海嘯，而且唔係必然。例如，2005年印尼蘇門答拉8.5級地震，無引發海嘯。龍樹亮夢中嘅香港、台灣、菲律賓連成一片，喺地質學上幾乎唔可能。板塊運動極慢，台灣島形成耗費1.5億年，每年隆起只得幾毫米，瞬間連通3地嘅地殼變動，雖似6600萬年前恐龍滅絕嘅希克蘇盧伯小行星撞擊嘅能量，呢類事件極罕見。
現時近地天體監測系統由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、歐洲航天局、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聯合運營，追蹤1700幾顆小行星，無證據顯示2025年7月有撞擊風險。2024年12月，一顆編號2024嘅小行星被認為可能喺2032年撞擊地球，但概率降至0.004%。日本天文學家笛川泰宣稱，現代技術可提前數年發現危險天體，若真有滅世危機，科學界早已警鈴大作。有人估測海底核爆可能引發海嘯，例如1965年美國航母提康德羅加號喺菲律賓海遺失嘅核彈。冷戰期間，全球約50枚核彈遺失，多數沉入海底，但8次水下核試驗顯示，即使8萬噸當量嘅爆炸只引發局部震動，遠唔足以觸發海嘯。311地震釋放嘅能量相當於幾十億噸核彈，威力相形見絀。此外，有人提出人工地震嘅可能性，例如水力壓裂或地熱開採引發微震。2024年，美國地質調查局報告顯示，水力壓裂引發嘅最大地震只得4.7級，無法觸發海嘯。另有人估測，深海鑽探可能擾動地殼。2024年，國際海洋學會報告顯示，深海油氣開採引發嘅微震唔超過3級，對海嘯無影響。仲有理論提出，地磁異常可能同地震相關。2024年，中國科學院研究顯示，地磁場變化可能影響板塊應力，但無法精準預測地震時間。從邏輯睇，龍樹亮嘅漫畫存在破綻。1999年原版入面，戴安娜之死、阪神地震、弗萊迪之死，只喺封面或再版補充中提到，出版時已成歷史，難稱預言。2011年3月，係截稿前夢到嘅，只記錄封面，無同海嘯明確聯繫，讀者聯繫屬事後解讀。311地震後，冒名者炒作，宣稱佢預測新冠疫情、日本歌手美崎峰之死，均被證實係謠言。龍樹亮本人低調，幾乎唔上網，用翻蓋手機。2021年由侄子侄女促成再版，以正視聽。網傳15個預言13個實現，無依據。即使計上私人夢境，如朋友失戀、伯父葬禮，總數唔足15個。佢嘅夢境日記顯示，佢對預言嘅態度謹慎。佢同出版社講過，只有少數夢境同現實明確對應，大多數夢境係模糊嘅印象。佢避免過分誇大自己嘅能力，強調預言嘅目的係喚醒意識，而唔係製造恐慌。從歷史睇，預言往往係人類對未知嘅投射。諾查丹馬斯嘅末日論、馬雅歷2012末日論均未成真。龍樹亮嘅預言或者承載類似心理效應，放大期待同恐懼。佢嘅夢境可能是潛意識嘅直覺或巧合嘅拼湊，科學無法證實預知能力，但佢嘅靈性探索值得尊重。佢嘅印度之旅顯示佢深受東方哲學影響。吠陀經強調意識同宇宙嘅聯繫，佢將呢種哲學融入漫畫，令作品超越靈異題材，成為對存在嘅探究。佢閱讀佛教經典如《金剛經》，覺得無常係宇宙嘅真理。呢種哲學觀影響佢嘅預言語氣，佢從唔渲染恐懼，而係強調希望同準備。佢仲參考道教嘅養生術，用呼吸法調節身心，增強夢境嘅敏銳度。呢啲修行顯示佢對靈性同現實嘅平衡追求。為咗更全面理解2025年7月5日嘅預言，等我哋睇下其他預言家嘅觀點，同龍樹亮嘅夢境有冇交集。印度占星師阿南德因為預測新冠疫情走紅，佢預測2025年8到10月，墨西哥、美國西南部、南美洲同喜馬拉雅地震帶可能發生大地震。2025年3月28日，緬甸7.9級地震，同佢預測相符。震源位於安達曼尼科巴群島附近，距喜馬拉雅地震帶僅200公里。佢仲預測2025年3月，南中國海可能發生區域衝突，至今未實現。佢嘅預測依據印度吠陀占星學，結合行星運行同地球磁場變化。例如，佢覺得木星同土星嘅對沖可能觸發地殼活動。2024年，印度天文學會研究顯示，行星引力對地震嘅影響微乎其微，但阿南德認為，精神層面嘅共振可能放大災害。保加利亞預言家巴巴曼加號稱巴爾幹嘅諾查丹馬斯預測2025年將有自然災害導致傷亡，歐洲可能爆發戰爭，同時人類喺癌症治療同俄羅斯國際影響力方面取得突破。佢嘅預言源於童年失明後獲得嘅靈視能力，據稱曾預測2戰、911事件。佢嘅預言風格模糊，常以隱喻表達，例如佢提到2025年嘅大水或許同海嘯有關。
2023年，索菲亞大學研究佢嘅預言，發現其準確性多為事後解讀，但佢嘅影響力喺東歐深遠。美國原住民霍皮族第9預言，描述天空之城墜落，藍色星星出現，或指空間站墜毀或小行星撞擊。1992年，霍皮族長老托馬斯班亞亞拜訪聯合國，警告第4次文明末期即將結束，災難後進入第5次文明。霍皮族預言，基於對自然同人類行為嘅長期觀察，認為地球進入周期性重塑階段。他地嘅傳說提到大地嘅震動同海洋嘅憤怒，同龍樹亮嘅海嘯預言有某種呼應。南美瑪雅後裔嘅預言提到2025年將係轉型之年。2023年，瓜地馬拉瑪雅長老集會表示，太陽周期嘅變化可能帶來氣候同地質嘅劇變。2024年，墨西哥天文台研究顯示，太陽活動進入第26周期高峰，可能影響地球磁場，但對地震嘅直接作用尚未證實。非洲祖魯族預言提到2025年將有大地嘅裂痕。2024年，南非大學人類學研究顯示，祖魯預言基於對火山同乾旱嘅觀察，同龍樹亮嘅地震預言有異曲同工之妙。中東蘇菲派嘅預言提到2025年將有海洋嘅試煉。2024年，伊斯坦堡大學研究顯示，該預言源於對紅海同波斯灣嘅氣候觀察。北歐魯尼文嘅預言提到大地嘅震顫。2024年，哥本哈根大學研究顯示，該預言同冰島火山活動相關。呢啲預言同龍樹亮嘅夢境指向2025年嘅動盪，但地點形式各異。2025年係唔係真係命運之年？我哋再進一步探討龍樹亮預言嘅社會影響。佢嘅初衷係喚醒防災意識。佢喺書中寫道：做好準備，諗下災難後嘅生存方式。預言令我哋更從容面對新生活。日本、台灣、菲律賓位於地震帶，災害風險客觀存在。佢嘅預言促使人們採取行動。日本防災指南建議每戶儲備7日糧食、水源、醫療用品。東京居民每年參加地震疏散演練。2024年，東京舉辦全國防災日，模擬8級地震場景，吸引10萬人參與。台灣花蓮地區民眾熟悉避難路線。2023年，花蓮外海6.8級地震後，當地政府升級地震預警系統。菲律賓強化沿海防波堤建設。2024年，馬尼拉啟動沿海避難中心計劃，預計2026年完成。2024年，東南亞防災會議喺曼谷召開，日本、台灣、菲律賓分享抗震經驗，啟發區域合作。佢嘅預言影響全球防災意識。2024年，聯合國減災署推廣全球防災日，受佢嘅預言啟發，強調社區應急準備。2025年，世界銀行啟動太平洋島國防災基金，支援薩摩亞、湯加等國，強化抗海嘯設施。但預言亦可能引發恐慌。2012年，瑪雅末日論導致全球斷貨潮，有人自建避難所，最終證實係虛驚。龍樹亮嘅預言或者也有類似效應，放大不安，但亦激發行動。佢嘅夢境可能是潛意識嘅投射。心理學研究顯示，人類大腦擅長模式識別，可能將巧合解讀為預言。巴納姆效應令模糊嘅預言被個人化解讀，增加可信度。2024年，倫敦大學心理學研究顯示，預言喺不確定時期增強群體凝聚力。龍樹亮嘅夢境細節如夏季海嘯、2條龍影，或者係潛意識對日本地震頻發嘅反應，而唔係具體預測。佢強調，災難後世界將生機盎然，手上出現開運線，同霍皮族第5次文明預言相呼應，暗示人類喺挑戰中能重生。呢一樂觀視角為預言增添希望，令人們從恐懼轉向行動。再分析2025年7月5日嘅可能性，科學顯示超級海嘯或地殼劇變概率極低，但自然災害風險無處不在。日本地震研究所數據顯示，東京每30年有70%概率發生7級以上地震。2024年，東京灣記錄1200次微震，顯示板塊活動活躍。台灣花蓮地區每年記錄數千次微震。2023年，花蓮外海6.8級地震，造成輕微海嘯。菲律賓面臨馬尼拉海溝威脅，地質學家估計該海溝可能引發8級地震。2024年，菲律賓地質局報告顯示，馬尼拉海溝應力累積已達臨界點。印尼爪哇海溝亦顯示類似風險。2024年，雅加達記錄300次微震，顯示地震活躍期。南美安第斯地震帶也有類似趨勢。2024年，智利記錄400次微震，
顯示板塊活動增強。呢啲地區嘅防災準備至關重要。龍樹亮嘅預言或者係對呢啲風險嘅隱喻，提醒人們唔好掉以輕心。佢嘅故事啟發跨學科討論。神經科學家研究夢境嘅預測潛能，發現快速動眼睡眠階段嘅大腦可能模擬未來場景，但無法精準預測。哈佛大學2023年研究顯示，夢境可增強問題解決能力，但無預知功能。劍橋大學2024年研究顯示，夢境同記憶整合有關，可能將過去經驗投射為未來場景。地質學家強調，預測地震嘅技術瓶頸。日本地震預測委員會2024年報告顯示，精確預報仍需數十年突破。2024年，日本開發新型地震感測器，可探測10公里深嘅應力變化。2025年，東京大學計劃測試無人機地震監測系統，可覆蓋偏遠地區。2025年，歐洲地質學會計劃喺希臘測試海底地震感測網，監測愛琴海斷層。社會學家指出，預言喺危機時期提供心理慰藉。二戰期間，英國人依賴占星預測提振士氣。2020年新冠疫情期間，全球湧現末日預言，反映人類對不確定性嘅焦慮。龍樹亮嘅預言喺當今地緣緊張、氣候變化嘅時代，或者亦扮演類似角色。佢嘅漫畫唔單止係預言，仲係對人類命運嘅哲學叩問。我哋點樣喺不確定中揾到平衡？點樣喺危機中尋求希望？呢啲問題超越咗2025年7月5日嘅具體日期，觸及人類存在嘅核心。為咗更廣闊嘅視覺，等我哋比較其他文化中嘅預言。中國古代嘅推背圖據稱預測咗從唐朝到未來嘅歷史。第46象描述海水泛濫，或同海嘯有關，但時間模糊。2024年，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顯示，推背圖嘅預言多為後人附會，但其文化影響深遠。日本平安時代嘅陰陽師安倍晴明預測災害嘅傳說，同龍樹亮嘅夢境有異曲同工之妙。2023年，京都大學研究顯示，安倍晴明嘅預測基於天文同氣象觀測。南美印加文明嘅預言提到大地之母嘅憤怒可能引發山崩同洪水。2024年，秘魯考古發現一處印加祭壇，刻有災害符號。藏傳佛教嘅時輪金剛預言提到2025年將有淨土之戰。2024年，拉薩研究顯示，該預言象徵內心同外界嘅衝突，同龍樹亮嘅災難後重生觀有相似之處。北歐魯尼文嘅預言提到大地嘅震戰。2024年，哥本哈根大學研究顯示，該預言同冰島火山活動相關。中東蘇菲派嘅預言提到2025年將有海洋嘅試煉。2024年，伊斯坦堡大學研究顯示，該預言源於對紅海同波斯灣嘅氣候觀察。呢啲預言顯示人類對未來嘅普遍關注，無論東西方，都試圖通過神秘力量窺探命運。龍樹亮嘅獨特之處在於佢將預言融入現代漫畫，吸引年輕讀者。佢嘅故事引發靈性同科學嘅對話。科學家認為夢境係神經活動嘅隨機組合。劍橋大學2024年研究顯示，夢境同記憶整合有關。印度吠陀哲學認為意識超越物質。2023年，班加羅爾大學研究顯示，冥想可增強直覺，或同龍樹亮嘅夢境體驗有關。龍樹亮嘅童年奇遇同印度之旅顯示佢對靈性嘅追求。佢嘅漫畫以科學時代嘅語言傳遞呢啲體驗，呢種融合令佢嘅預言喺當代獨具魅力。佢嘅夢境或者係潛意識對日本地震文化嘅反映。日本自古有地震神話，魚魚引發地震。2024年，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江戶時代魚畫，顯示地震喺日本文化中嘅重要性。311地震後，日本社會對災害嘅敏感度提升。龍樹亮嘅預言可能吸收咗呢啲文化元素。佢嘅夏季海嘯或者源於日本夏日颱風。2024年，日本氣象廳記錄17次颱風影響沿海地區。兩條龍影同日本龍神傳說有關。琉球地區嘅龍宮信仰。2023年，沖繩大學研究顯示，龍神崇拜同海洋災害相關。佢嘅預言啟發文學同藝術。2022年，村上春樹發表短篇《預言者之夢》，描寫漫畫家夢見海嘯，被認為致敬龍樹亮。2024年，東京舉辦預言藝術展，展出巨浪吞沒城市嘅油畫。2025年，大阪計劃舉辦龍樹亮漫畫回顧展，展出手稿同夢境日記。佢嘅預言影響科技同政策。2024年，日本推廣地震預警應用，下載量達5000萬次。
台灣2025年升級地震感測網絡覆蓋率達95%。菲律賓2024年啟動海嘯模擬系統，模擬馬尼拉海溝地震。佢嘅預言引發氣候討論。2024年聯合國氣候報告顯示，海平面上升加劇海嘯影響，日本大阪面臨淹沒風險。佢嘅海嘯預言或呼應氣候危機。佢嘅故事啟發教育。2024年日本中小學引入防災課程，教導學生製作應急包。2025年台灣推廣地震科普繪本，講解板塊運動。菲律賓2024年啟動沿海社區防災培訓，惠及10萬居民。2025年新加坡推廣地震教育，受佢嘅預言啟發。佢嘅預言影響心理健康。2024年日本心理學會研究顯示，預言可減輕災害焦慮，但需正確引導。2025年東京開設防災心理熱線，支援受預言影響嘅民眾。2025年國際紅十字會計劃喺亞太地區推廣災害心理輔導。佢嘅預言仲啟發科技創新。2025年韓國計劃測試浮動城市原型，可抵禦海嘯。2024年澳洲啟動人工智能地震預測項目，分析板塊數據。佢嘅故事成為全球減災嘅催化劑。回到2025年7月5日嘅核心問題，科學顯示災難概率極低，但龍樹亮嘅故事提醒我哋未來充滿變數。佢嘅預言係對人類命運嘅隱喻，呼籲珍惜當下，積極應對。對信預言嘅朋友，我想講唔使驚。佢話一切朝好嘅方向前進，保持冷靜，做好防災準備係正確姿態。對質疑嘅朋友，我想提醒，地震、海嘯係何時而唔係如果，準備永遠唔嫌多。日本2024年修訂防災法，要求企業儲備3個月物資。2025年東京計劃建設浮動避難平台，可容納1萬人。台灣2025年推廣地震預警應用，覆蓋80%人口。菲律賓2026年計劃完成沿海避難中心建設，保護50萬居民。2025年東盟防災峰會計劃喺雅加達召開，討論區域減災。2025年國際地質聯盟計劃喺夏威夷召開全球地震大會，探討環太平洋風險。用佢嘅話作結，從災害中保護自己，迎接新生活嘅曙光。等我哋以勇氣同希望迎接2025年7月5日同每一個明天。覺得依期內容有幫助嘅話，請幫我點個讚，記住唔好忘記訂閱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後續嘅更新。我哋下次見。